歡迎大家嚟到移民前後老交戰兼移民到步陣地戰呢兩個 vlog，我都好耐冇拍。其實我哋嘅台開6年啦，咁啊之前即係為大家提供一啲移民資訊啦，咁所以就會講一啲自己即係過來人嘅見解，又或者我睇到一啲嘢。今次大家都睇到條題啦，因為可能你宏福苑大火會衍生到又可能會有一波嘅移民潮。雖然我覺得好零星嘅，但係都總可能有人會因為對個事件對佢發生得太近啊，又或者可能佢俗稱所謂啊，終於都醒啊，諸如此類。咁但係我覺得移民要俾大家理解到一樣嘢，唔係因為一個畫面或者一個場景或者偶發一件事件而令你離開，同埋離開咗之後你嘅適應力度，譬如可唔可以好似我而家咁樣零下5度咁樣坐喺個室外度同大家傾住偈，嗰個適應力度其實你除咗要做足夠嘅功課，都要苦心自問自己，無論留低嘅成本同移民都有佢嘅成本嘅。我而家身處就喺加拿大嘅2線城市啦，叫做卡加里啦。我而家身處一個狗公園啦，其實我係放緊狗嘅。我每日做完大家早晨都會喺度放。咁今日呢個話題就會同大家即係講火燒民心啊，係咪會觸發移民潮呢？咁樣我諗我自己移民咗就嚟9年啦，冇返香港都6年。喺呢8、9年喺加拿大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。咁大家當然啦，無論咩年代嚟都好啦，或多或少有時傾深入少少都會話啊，點解會揀呢度啊？咁樣點解會離開香港啊？咁樣其實大部分時候大家選擇離開香港呢，唔係因為一件事嘅，會令到你想執包袱走人，係可能嗰件事係一個導火線，而個導火線係衍生到過去幾年，可能你喺原居地嘅生活，你會諗有啲嘢好似唔係好啱數，有啲嘢好似唔係好適合自己，有啲嘢好似個空間越嚟越窄，咁你就從而諗自己係咪應該走。所以如果反而你唔係因為呢次事件已經開始思考緊、掙扎緊呢個問題呢，呢件事再出現可能會加速令你會考慮。咁當然啦，而家你嚟加拿大唔係唔得，加拿大係有移民嘅，但係救生艇冇㗎啦。咁你更加多就可能諗英國嘅5+1啦，又或者你有啲人有能力嘅，其實英美澳加都去得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英美澳加都有各自自己嘅問題，嗰啲我一陣間從後再同大家講啊。先講咗即係離開前嗰種諗法，亦都因為咁講，呢2、3年因為救生艇同5+1呢，作為好多香港人嘅移民嘅心態呢，可能就係咦，個入場門檻好低喎，我可以喎，我去睇下先咁樣，我都試下啦咁樣。其實之前都講過，移民要移心，呢個係我卡加里一個傳媒朋友左腳。好早期我嚟第1、2年認識佢嘅時候，佢已經同我講，即係你移民唔移心呢，又即係移居。移居呢，你又會成日覺得自己有後路揀。你成日有後路揀呢，就會可能有時覺得 A 又好似快啲，B 又好似好啲，C 又好似啱自己啲。有時左揀右揀，可能你揀唔清楚條路，你唔係真係對嗰個地方有 commit 嘅話呢，其實可能你用翻香港人嘅高效率啊、香港嘅便利度啊、香港揾錢嘅多寡啊等等呢，都會令到你喺頭先我噏嗰4大國家，你都可能會有唔適應嘅地方。咁何謂咩叫移心呢？咁樣即係最少就係譬如我嚟咗呢個冰天雪地嘅國度，我唔會覺得冰天雪地係一種艱難咯。唔係咁，當然我都要時間適應嘅。我記得我第1年嚟仲要去溫哥華嘅時候，其實天氣好好多，但係當其時我都着嘅衫可能嗰年嘅冬天着嘅衫可能比而家多。即係我而家都係着2件衫啫嘛，一件就係平時屋企着嘅衫加一件大褸。咁而家風速都10公里左右啦，唔係話好大，再大啲就未必坐得到。咁但係有太陽啊，有日光。其實呢個適應嘅時間呢，係近年嘅移民潮嘅人冇去估算過自己嗰個適應時間要幾長。
因為人人適應力唔同，有人可能因為細個外國讀過書，又或者佢成日都去呢啲冰天地方旅行，又或者個體感上佢根本唔介意凍。有啲人就會介意凍，有啲人會介意揾唔到錢，有啲人介意唔方便，有啲人介意做嘢好漏爆。而你所謂嘅介唔介意呢啲，除咗你做咗功課之外呢，其實你嚟到之後，你可能實際面對嘅問題，比你上網做幾多資料搜集都好呢，都更多。因為更加多時候好多人唔講噶嘛，即係上得網大明大放嘅。好多時候放下負又好啦，又或者真係尋求意見都好啦，都可能啲比較大嘅事。但係其實落到地實務上，好多生活上嘅嘢，你都需要重新適應。咁所以如果你係真係要諗住移民，你就要事前除咗做功課之外呢，真係問清楚下自己係咪一個適合跳得出 comfort zone 嘅人。咁當然啦，又或者今次嘅火災，你會揭示到好似社會上有層層嘅問題出現。而嗰啲問題，你都要苦心自問，留得低嘅話，你又問自己係咪適應到？即係其實對於無論今次事件，我諗喺香港同喺加拿大都好啦，其實大家都係一條氣，大家都有嗰種無力感，亦都好老實講啊。如果喺移民潮移民，即係唔係話你識咗個真愛啊？點啊咁？唔係你識咗個真愛啊？唔係你喂，你唔好撞我部機喎，sit 係啦，sit。你如果喺呢啲地方呢，你唔係話因為工作機會啊，想增廣見聞啊，又或者係識咗個真愛，係呢啲個別嘅移民例子呢。如果你移民潮無論89又好19又好，或者今次廣福院都好，其實會離開，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一種無力感嘅纏繞。而呢種無力感其實係留低同離開嘅人都會有。只要你係香港人，你對香港有感覺就會有㗎啦。咁高隔離喘氣好大聲，好嘈啊！我覺得佢而呢種無力感，我喺早幾日直播都有講過。In case 你 miss 咗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就係當時1989年6月嘅時候，已故嘅新聞主播李文靜訪問查良鏞先生。咁啊，查良鏞先生本來都話，其實佢係移一代嚟噶嘛，佢喺大陸移落嚟香港噶嘛。咁啊喺香港辦報啦、寫小說啦，令到世界知名啦。其實佢冇忘記佢自己故鄉啊，佢故鄉喺杭州，佢都諗住本來話返杭州退休，咁但係最後佢就話一片嘅無力感，佢亦都改變唔到個政權，最後就留低喺香港終老。咁當然之後佢嘅故事亦都唔係話同你想象嘅一樣啊，可能去到佢年紀大嘅時候，佢對政權嗰種感受都已經唔同晒。亦都係一個借鏡俾自己知道，可能點解有時喺加拿大都話會見到咁多人咁擁抱中國啊，或者嗰樣嘢。咁再加埋而家咁多網絡嘢啦。但係我覺得要離開呢，唔好真係因為嗰場火就離開。你要好好咁樣檢視下自己嘅內心感覺，你實際嘅生活條件，你喺外地嘅適應能力，同埋一個短期嘅規劃同一個中長期嘅規劃俾自己。畢竟移民係一件大件事嚟嘅，即係好大風啊！好大風，不如我拎住行啦。其實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。如果你實在係太過唔諗真啲就去做嘅話呢，係有機會就好似而家嘅 Fred 咁樣咯。英國又好，加拿大又好，都係唔適應、唔習慣，甚至乎話回流更好。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話，本來都打算回流嘅，見到今次廣福院嘅事件呢，反而就令佢覺得呢邊幾難捱，都要留低。正所謂你睇下個新口咁凍，係人都講㗎啦，咁凍邊係人住嘅？咁但係呢度都有百幾萬人啦。咁當然同香港冇得比，但係你過到嚟、落到嚟嘅陣地戰，你其實要適應嘅，亦都係遠比你想象多。呢種無力感呢，我覺得無論你而家，尤其是發生完華福苑火災之後呢，我覺得你係留低同離開
都唔會擺脱到嘅無力感嚟嘅。只要香港一有咩事，等於19年香港發生嘅事，我哋喺呢邊睇住，咁我哋都好無力感㗎。咁但係你睇得耐，你以為隔咗幾年啦，見到香港都由治及興啦，咁諗住 OK 啦。但係其實一個意外發生，其實由所有感覺都翻晒嚟。咁所以其實你話反而過到嚟，你要點樣適應呢？過到嚟嘅適應力度，唔好 push 自己得咁大壓力，一定要還原翻香港啲乜嘢嘢啊，或者一定要有啲咩要做到咯。其實3年嘅適應時間係好短嘅啫，到可能你10年嘅時候，我都就嚟10年啦，我都仲有年零嘅10年嘅啦。你再望翻轉頭，其實我自己嘅個人選擇，梗係覺得係正確啦。咁但係當然網上面有好多唔同聲音、唔同世界、唔同人嘅諗法。咁但係起碼我過到嚟，每朝做完節目，呢個中午時分可以同自己嘅狗出嚟行下，感受下個大自然，然後又湊下仔、煮下飯。我而家個生活好平淡嘅，冇咩多姿多彩嘅嘢，但其實選擇咯，陣地戰又好，老交戰又好，唔好以為走咗就會可以擺脱呢種無力感。我喺加拿大觀察呢件事件，無論出席悼念會啊，各個海外嘅港人媒體都好努力去發聲啊，又或者大家自己朋友3、5知己坐埋一齊講嘅時候，都其實難免有種哀傷同無力嘅。然後大家都係公民社會咯，識做咩就做咩。有人捐錢，有人出力，有人關心身邊嘅朋友。我自己喺移民呢個 issue 上面，雖然我哋成日俾人叫移民台，但係我自己又好少話喂，你嚟啦，你嚟啦咁樣，亦都冇話你唔中意你就走啦咁樣。我覺得人冇咁易緣嘅，好多狗你睇，幾開心。人冇咁易緣嘅，其實人係立體噶嘛，你有好多感覺嘅，你既可以憤怒，你又但係帶同哀傷，但係你同時間又見到人性嘅光輝，又見到人性嘅醜惡。所以你要移民嘅話呢，其實你都要諗一樣嘢，就唔係話走咗就一定好，留低一定差。又或者調轉，留低一定好，走一定差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向、自己嘅諗法、自己嘅選擇。但係我呢條片最想同大家講就係，如果你因為一個意外就話要走，而因為譬如5+1嘅門檻都好低啦，而家都仲係㗎嘛，唔理啦，執包袱走啦。咁我可以同你講，我唔可以話你失敗機會好大，但係呢條路你會好難行咯。反而如果你係話你都諗咗好多年啦，因為呢次事件好似加深咗你對個社會嘅一啲睇法，唉，又咁講咯。我哋加拿大成日都俾人笑啦，艱難大啊嘛，發達冇你份㗎啦。你睇下邊有機遇嘅啫，係咪一個山頭，除咗人同狗冇啦。咁但係又餓你唔死咯，有好好嘅機制。貪污啊、舞弊啊、失職啊呢啲，唉，全世界都會有。但係有一個好啲嘅制度嘅話，又相對地冇咁容易出到啲咁難睇嘅意外咯。即係等於我喺加拿大，sorry， 我喺加拿大都有火災嘅，但係冇咁嚴重咯。同埋你睇下呢度真係對動物好過對人㗎，即係啲人都話嗱，你有咩理由救動物㗎咁樣？唉，動物都係生命啫。咁佢可以喺呢一個山頭咁樣自由奔放地走。咁有時我自己嚟到呢啲地方都係想咁啫嘛。咁但係想咁樣，我哋有代價㗎，我哋有成本㗎。我哋嘅成本同代價都唔細㗎，所以呢條片無論你係想走咗，
定決定留低都好啦。你要明白，無力感係我哋香港人嘅附屬品嚟嘅，我哋係改變唔到嘅。可能因為一路以嚟我哋都冇咩家國嘅概念，係近年開始有一個公民意識抬頭，偏偏又遇上不可抗力，令到大家可能好壓抑。但係咁咯，望闊啲，望遠啲，唔好淨係睇眼前一刻，可能你會好過啲嘅。咁啊，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繼續散步行下呢一個地方，俾我可以慢慢思考下、靜下諗啊。咁啊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同場加映啊！突然間橫風橫雪啊！一拍完條片，所以咧天氣不似預期，有時真係咁噶。突然間本來仲有啲陽光喺後邊噶嘛，突然間有場咁嘅大風雪打埋嚟。唉，總之人生同天氣都差唔多，變幻莫測。咁我唯有就同隻狗一齊留低，翻去將條片送俾大家啦，一個小小嘅彩蛋片段。Good boy，開心啊！翻啦〜